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无影无影，无你亲像无命，三顿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酸声，你的歌是几牛声，放阮的心在通听，假做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默默期待我来亲一口。对你用阮的青春相送。阿妈，来饮茶。阿妈，这饭有好食无？秀英啊，当这是啥物饭？敢会真好食了？阿妈，这是卤肉饭啦，我就惊你常常食面吼，会食较酸，所以就买这卤肉饭互你试看卖啊。秀英啊，你比恁阿母较巧了。对啊，敢有听恁阿爸讲，你当时会当出院呢？无呢。但恁阿母逐工伫咧病院照顾恁阿爸吼，但嘛真忝啊了。恁若有时间，嘛今日甲恁阿母替换一下，互伊当啊转来出来休困的安尼。阿母伊就袂放心嘛，伊决定要照顾阿爸到伊出院，伊才要转来。讲起来吼，恁阿爸嘛是真可怜了。伊安尼欠长内度，拍拼一世人，啊一寡家产早就来补败了了。也无怪伊安尼气歹性命啦。万一伊身体若袂好起来，咱规家伙啊吼，都吊顶都无饭通好食了。就真可惜阿妈安尼目睭无看无效啊啦。是讲，秀英啊，你安尼真聪明真乖了，但咱厝内拢无人通好趁钱，你嘛知影对无？你若安尼会当安尼去找一个头路。加减趁钱，倒来厝内斗3工，安尼是比读册较重要了，你知无？阿妈，我知影。来啦！阿强啊，真歹势呢，常常互你送物件来啦。哎呦，这正的物件有啥物好客气的啦？推哥啊，哇，你看起来愈来愈有元气哦。阿母，推哥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是啥物好消息啊？啊，就文弟啊，甲我讲啊，讲哦，迄个律师哦，知影你的情形了，决定免费替你来保辩护啦。真实的啊！是啊，多谢，嘿哦，拢过是恁文弟安尼斗骹手的啦。听我出去哦，才毛你带来去，我顿面甲说一下多谢啦。免客气啦，推哥啊，阮牛顶啊吼，讲有一件代志想要牵你参详啦。是啥物代志？煞毋知牛顶啊吼，惊你遐老顾客吼拢走了去啦，啊要叫阿蕊啊吼先等伊卖菜，啊这吼就互我来照顾啦。毋知你感觉好无吼？阿强啊，多谢恁的好意啦，无除了住院吼，还是我来照顾较好势啦。对啦，恁咧阿嬷大的生意嘛，家己做无用的。若讲卖菜代志哦，听我出去才去做拍算啊。嘿啦，好啦，安尼嘛好啦。对。谢袂记啊！阿丽啊，这收据吼，你收据。啥物收据？就阿桥啊，惊吼恁坚持无要收钱啦，所以吼叫我先拿3万块病院啦。安尼哦，推哥哦，就当安心静养，静养到身体恢复哦，再去出院安尼啦。多谢你，真多谢你。妈你讲，客气啦。阮先来。
啊，阮先来啦，阮先来哈，哈。多谢哦，没啦没啦没啦。多谢啊。有底人无安尼对咱遐尔好，这温情哦，唔知是要安怎行。阿母啊，真芳了，阿瑞啊，那你是你煮啥的啦？在订排骨，要互无腿补呀。瑞啊，你要木为了补身体，唔着去买一只鸡来猪，唔走效。阿母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啊，即摆手头遮尔红，我若订鸡吼，后腿一定唔甘食的啦。袂定吼，排骨嘛是真有营养啊。啊对啊，阿母啊，你有看秀勇无？啊那规工无看的人。哎呦，嘛唔知了，咱即几工啊吼，拢真早就出门啊，半暝走入门，你知无？拢无煮饭互你食。有啦，伊就食饭时间拢有倒来。迄小人若无传我食，当我毋就早就枵死啦。安怎？手工啊，拢无去病看因老爸是无？有去过2遍啊。啊，倒我无推咧困，我也毋敢伤大声甲问讲，到底是咧创啥？啊，看起来吼，敢若做无用的款的。秀英这查某囡仔是真乖啦，也毋过查某囡仔饲大汉吼，爱较注意的。你是做老母的人，较关心、较注意，也无哦，万一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迄个时候你要来哭着伤慢啊啦。就是你这200就好，你也改200好。啊，搁有这下，你看嘛，就迄真正说句吼，拢外销的上介实用的呢，300就好啊，迄条路顶袂800，真正袂歹，看一下袂歹啦，小姐，你这200包2件。这是包2件，呵。头家，这件是我第一个人听，这2件我算你500块就好。来，你这钱给你啊！我看你生意若做无啥好，互你啊！林小姐，你是安怎？来1片互你啊！那会遮拄好啦。大包遮尔大，才做无几工生意，尔就断。迄是因为咱2个有缘分啊。林小姐，你做生意是为着要趁钱，你甲物件交互顾客，煞无甲收钱，那你得了本啊。林小姐，林小姐，我是诚心诚意要甲你买物件，你毋免优待我，我嘛无可能互你小费。来，200块，请你收起来。收起来。我知影你做这种生意真辛苦，警察来就爱走警察，运气若较无好的，就会去互开罚单。竟然恁厝遮尔需要你趁钱，那呢我即马正式邀请你来阮公司上班。多谢你的好意，阮厝虽然善食，也毋过我无需要别人同情我，嘛免可能。见过你2摆面，知影你真有志气，我嘛真钦佩你。也毋过你来阮公司上班，是靠你的劳力趁钱啊，这甲当前可能并无任何关系啊。老实讲，我会当做袂有公司的总经理，嘛是因为较早有人甲我斗3工，所以我感觉讲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并毋是一件见笑的代志。人本来就是爱互相斗3工的嘛，你讲对无？阿爸母，阿爸母，我找到头路安尼，你找到什么头路啊？做会计啦。啊，几工前我就去迄间公司找头路，啊，因本来无要请我呢，也毋过即摆已经答应了。啊，你无要拍算读书啊？要啦，迄个总经理伊有答应我，伊讲我若读册的时阵吼，伊要甲我保留职位，等我若是毕业，才搁继续上班。秀英啊，你毋是讲迄个总经理对你真无客气，啊，哪会忽然间搁要请你去公司上班呢？这讲起来吼话头长啊。阿母，迄个总经理对我讲话口气，我感觉真有心意啊。小英啊，无缘无故，迄总经理会对你遐尔好，我看你也家己爱慎重考虑一下。
阿爸，我已经大汉啦，好拍我养婚，你放心啦。阿母，好无？无推啦，我看吼，就小英去试看卖啦。啊，若无适合，上计就是莫去上班啦，对咱也无啥物损失。为心波澜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。林小姐，总经理，你哪还未下班？公司规定讲，今仔日代志爱今仔日办完。我是公司的员工，当然嘛要遵照公司的规定啊。亲像你遮尔认真拍拼，证明我会眼讲无看唔对。还阁有啦，这报表无一定今仔做完，明仔载做嘛是共款，较早转去休困的，较免互恁厝的人烦恼。我知影啦，等我这份资料若是抄完，我就会转来去。总经理，你先转去。好。啊对，林小姐，啊？你阿爸当时要出院？可能过几工啊。我看倒一工较有用，你陪我去病院，甲恁阿爸看者。多谢总经理的好意，也毋过迄病房毋是啥物好所在。总经理，你免客气啦。我是公司的负责人，关心员工的家属是我的责任吗？无推啊，手续拢办好啊呢。阿蕊啊，我即头头一站哦，来倒这间病院的时候，想讲哦，毋知我当初搁行出这间病院的，想袂到讲，我即摆搁会当出去啊啦。这拢爱感谢柳定的翁仔某啦。卡输哦，若无伊甲咱斗相共，甲咱富有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啊。林宽，我已经转来去。阿爸母，恁敢毋是讲下保证要出院？啊，着恁爸急性啊，讲啥物房间全是药仔味，要较紧转去啦。歹势，袂记甲恁介绍，阿爸母，这是阮公司的总经理，叫做柯清文先生。总经理，这是阮阿爸阿母。阿伯，恁好。总经理，多谢你吼，多谢你对阮小英的照顾啊，多谢。你若安尼讲啦，林小姐会使来阮公司服务，是阮公司的福气啊。阿伯，恭喜你出院哦。这是一点仔意思啦，请你收起来。无咯，这阿伯，这是要祝福你身体永远健康，你一定爱甲我收起来啦。多谢。推的，好食无？好食，控啊真芳，猪脚嘛控。阿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哪一直咧吐大气？阿母，你是毋是腹肚枵，想要食猪脚面线晓？我是咧怨叹讲，当初啊，不应该带你搬来台北啦。你讲到哦，台北偌好发展，袂顺安尼台北土到拢是金啊了了会当拔的，啊，当即嘛呢，连厝都还袂远散。阿母啊，较早我是捌讲过，我想讲台北较好发展，较好趁钱。我哪有讲台北有金仔通好拔？我看吼，你是食老歹记忆啦。我歹记忆哦，我是食老吼，记忆愈来愈好啦。我还阁会记你，迄木推啊，伊早骂你讲你爱熬成囝，你就随时变面。你骂木推啊讲无情无义，啊你家己呢？你安尼挺成内部啊，挺成眼呢？开水买的钱你都互伊，内部互你成眼呢，就是讲你遐个钱是为天顶落来。但你当知啊吼，你安尼生挺成的是害了。我知啦。唉，你即嘛知影，已经伤慢啊啦。古早人咧讲，生子野走，生囝不孝。伊即马已经互掠去关啊，你烦恼嘛无路用啦。迄是伊家做得来啦。即马问题是讲，咱后摆也是要安怎过日？
这你唔免烦恼啦。但我即马都已经出院啊，身体安尼勇勇行行啊，明仔载起哦，我会当搁出来去卖菜啊。啊，钱就豆豆啊趁老钱哦，我才搁买一间厝互你住。买厝哦，哈，土爷啊，卖咧戆想啊啦，咱来当过日子就好。宇哥，宇哥，趁即摆闲闲啊，咱若这久无开讲啊，来啊，饮一杯啊。好啦好啦，行啦，即摆无代志啦，来啦，饮一杯啦。你点啊？啊啦！哎！你即摆是咧创啥啦？你无代无志，你甲我鬼创啊啦！哎呀，好啦好啦，行啦，啉酒啦啉酒，行啦，来啦，坐啦坐啦。哎，我敬你一杯，祝你身体愈来愈健康，哦，啊，生意愈来愈好，钱愈赚愈多，啊！多谢多谢。刘定的，我才是足有福气，这世人才会当交你这遐尼好的朋友。咱若毋是讲你安尼甲我斗支持，甲我斗相共，而且我教阮阿女啊吼，还阁伫咧街仔咯，毋知要变到偌无偏。哎呀，你嘛莫讲啊遐严重啊！咱两个是兄弟呢，又阁是军中的战友呢。迄真正若发生战争哦，咱是爱去牵忙拼生死的呢。啊，这种朋友啊，世间是有几个啦？啊，平常时互相帮忙，本来就是应该的嘛。严姑哦，佮安怎算来算去哦，拢过是你甲我斗相共较济，我从来哦对你也无啥物讲的，我才是足见识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莫当我讲四三个啦。来啦，啉啦。好的。哎，恁去哦，有生理啊。头家娘啊，哦，你即摆拣的哦，真水啦，迄打来尔，俗阁好食。哎呦，你柳丁有够歹的！喂，无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什么叫做柳丁有够歹啊？阮某就唔敢甲我嫌，无你嫌我是啥意思啊？啊？无啦，伊毋是咧讲你啦，人是咧讲我的柳丁歹啦。讲你的柳丁，但你的柳丁拢一磅的啦。我看吼，会嫌的人哦，可能目睭去勾着喇叭。哦，你咧讲啥？你真好打咧，敢讲我目睭叫喇叭勾去？讲你啥啦？歹势啦，歹势，伊毋是安尼讲啦，伊毋是安尼讲啦。伊哪毋是安尼讲？我也是臭伊人啊啦！我看一人欠修理哦你。你才欠修理安怎啦！好啊，莫。你敢是天某啊？因某刮鬼啊？哦。为心波澜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。啊，你是？我甲恁添某是共庄的啊，我叫木腿啊。你当时来台北？啊无啦，你认着人啦，我哪会是要越轨啊？你这样够奇怪呢，莫名其妙，啊半路咧认亲家。我看你哦，目睭都叫喇叭勾去啦，哼！哎呀，查某你捌咯？明明着阮庄仔内人，是安怎啊毋敢甲我说？阿母，你哪还尼啊喘？真衰啦！我落去看一间药妆，想讲要买起来哦，送你做这结婚的礼物。啊，你伤细间我看无介意啊。啊，早去车开啊一半煞歹去，啊附近也无计程车通啊坐，害我行到喘啊呢。吼，我搁较衰是我中途去拄着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无人，一个身份人啊，啊对，身份人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即摆是一个有身份的总经理，你是千万毋通讲你是庄工囡仔出身的呢。那庄脚囡仔出身的，哪有啥物唔好？我也无迄个意思啦。哎呦，反正吼，老人问讲你这细汉时阵的代志，啊，你就讲你是台北囡仔大汉的就好啊。你捌？
经理，公文已经准备好啊，请签字。林小姐，总经理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我想讲要甲你介绍一个啦，你过来。这位是阮阿母。老夫人你好。你叫我啥？老夫人，当我讲我老啊？阿母啊，叫老夫人是对你的尊称，毋是咧叫你老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林小姐，有代志也无你无用啊。阿母啊，这林小姐吼真可处呢，人不但生了水，而且做代志阁认真拍拼，以后一定是一个真好的人才。天文啊，我听你这口气，你敢若真欣赏伊哦。就是因为对伊印象袂歹，毋才会特别甲你介绍。无定着，伊将来是你的媳妇哦。哦，拜托你莫黑白讲好无？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。爱情拢是掠人心冤切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生，感觉是。